好，各位同學朋友，嗱咁咧就係我哋係香港設施工程學院，咁我都係呢個 Doctor One 嚇，咁我想同大家咧係今日講下另外一啲嘢嚇，再講下我哋學校一個課程咧，其實好值得一啲咧係想入去呢個做工程師嘅一個咧係課程。嗱，咁大家可能都喺網上聽過其他嗰啲註冊工程師啊、考牌啊、面試啊或者升級試嘅一啲面試技巧嘛，係嘛？咁今日咧，我哋都介紹我哋學校一個咧其他嘅一個好重要嘅課程啊。咁首先咧，大家要明白咧，就係我哋學校咧就係喺1992年開始啊，其實已經係運作噶啦。咁再到98年係正式咧係有校舍咁樣嘅。咁由1992年開始運作至到而家，差唔多都有33至34年，係咪？咁當然啦，你可以留意下我哋學校嘅一啲資訊啦，或者你上我哋學校個網址啦。我哋學校個網址就係www.tdpdu.org，咁裏邊咧就好多課程啊。咁你有興趣咧，慢慢望一望。咁如果你係想知多啲嘅，你可以打個 WhatsApp 俾我哋問啦，加8526528690WhatsApp，或者咧係打電話加8522687108啊，想快啲嘅話，咁我哋學校亦都有兩個學會咧係贊助我哋呢個學校啊，或者支持我哋學校咁，亦都好多會員喺度，就係呢個香港設施工程師學會。咁咩叫設施工程師學會咧？咁設施工程師咧係一啲基建啊、設施啊，譬如係一啲碼頭嘅設施啊、地下鐵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建築物啊、土木工程啊之類啊，咁所以呢啲叫做設施工程嘛，基本上包括咗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呢啲嘢啊，或者係一啲 building maintenance 啊之類啊。咁另外一個就數據中心工程師學會，數據中心工程師學會咧就係講數據中心嘅啊。咁而家咧，你如果唔係入去數據中心做咧，咁你嘅前景其實有限制啦啊！而家最吃香嘅都係一啲比較科技性嘅嘢，譬如 AI 啊，或者係一啲咧係自動化啊咁呢啲啊，咁都係同個數據中心有關㗎。咁有興趣咧，慢慢再問我，再答你。咁今日我想講咩咧？就係想講下咧。呢個我校有一個好特別嘅課程，叫做屋宇設備工程技術文憑。嗱，呢個屬於咧係Diploma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echnology，咁係一個 Level 3嘅課程。Level 3課程等於乜嘢啊？好多學生都唔知咩叫 Level 3嘅。Level 3咧就相等於一張咧係普通文憑嘅課程。咁佢接近喺呢個A level 嘅情況啊，接近喺呢個情況啦嚇。咁如果攞住呢個level 3咧，咁你可以咧係申請本港八大院校同工程有關嘅，或者一啲海外嘅學校，包括咗英國啊、澳洲啊呢啲奧克蘭呢都可以啊。實際上應該係咪？咁誒，當然你可以繼續喺香港進修嘅。如果你唔想出國，咪再讀翻個 level 5咯。呢個 level 3啊，level 3啊，對唔住，level 4。level 4咧就係讀個 HND 或者係我哋學校嘅高級文憑，咁亦都相等於個副學士學位啊。咁以前我哋都有一啲學士同埋碩士嘅課程，咁而家咧我哋就淨係集中咧係專攻呢個 level 3、level 4。呢一段嘅人咧比較特別多。好。咁 level 三係咩嚟嘅？level 三咧呢個就係叫做資歷架構嘅 HKCAVQ 下認可嘅 level 三第三級嘅課程，咁相對於將咧普通文憑課程。咁當然咧，實際上嗰個認可或認受試咧，其實要去揾翻呢個咧 HKCA 嘅網站，或者你再評審咧，你就唔使評審，你再睇翻就 OK，因為佢認可咗我哋嘅學校嘅課程嘅老師啊，同埋一啲咧教學嘅方法。但我想同你講咧，就係、我哋學校咧喺2020年開始已經教呢個課程㗎啦啊，咁咧呢個課程都可以咧係攞到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嘅啊，咁有編號啦係嘛，咁呢個課程咧就係即係教認可嘅第三級，咁亦都喺屋宇署咧係讀完呢個課程喺屋宇署咧可以咧加上你呢個學歷同埋你嘅工作經驗以及面試咧，你可以咧申請成為翻一個咧註冊通風承建商嘅工程牌照，得唔得啊？呢個可以咁做啊。咁我睇下裏邊嘅嘢講啲乜嘢先嚇，然後我再同你講其他故仔。嗱，第二個咁呢個技術工程屋宇設備工程技術文憑嘅課程啊，係一個part time 嘅課程，你唔需要 full time 啊，你自己讀 full time 當然可以啦，但係你讀我哋 part time 都可以，一方面咧你可以工作，一方面咧你可以繼續修讀。最驚嘅地方咧就係你只係工作。
而唔去進修。而家呢個咧課程就俾你啱好，你日頭工作，夜晚進修。OK，咁佢有政府資助㗎，咁啊，屬於第三級嚇。咁其實個內容講咩啊？內容屋宇設備工程嘛，就講啲係水啊、電啊、通風啊咁之類嘅嘢啦。咁消防咧，我哋暫時就冇講到啊。我哋 base on 呢個咧，主要集中就係嗰個水電同埋冷氣嘅部分。咁啊，為期大概15個月啊。咁啊，呢個課程我哋講咗啦，我學校喺1992年開始運作啦。啊，咁啊，實際好多年噶啦，30幾年係嘛。咁30幾年我哋都有好多成就感啊，都係香港嘅建築工程或者工程方面咧，我哋係貢獻好多啊！實際上亦都除咗培育有大概接近有4萬個學生喺咁多年裏邊啊，亦都為香港嘅工業界或者香港政府建議好多啲咧係工程方面嘅資訊，包括咗呢個以前嘅大維修啊，或者係一啲交通迴旋處嘅一啲建議嘛嚇，最近你睇翻呢個喺屯門公路去機場嗰段咧，嗰條路咧，咁其實你見到佢咧由50公里好似加快咗到去70公里，因為其實係我哋學校咧向政府有建議，我哋學校不嬲都係向政府有建議一啲咧係改善工程啊，咁大維修好2003、2034年之後咧，其實我哋學校都寫一個封信咧俾政府嘅建議咧，就係做啲大維修工程，因為冇新嘅 project 咧，所以我哋就會做一啲咧。係大維修，咁證明咧係非常之可行，因為喺大概6個月之後咧，就政府就係採納咗呢個咧係啊樓宇大維修啊，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講，淨係我哋可能有其他嘅人都會有建議，咁但係學校就係、據我所知咧，我哋係學校第一個咧係建議學政府咧係考慮呢個咧係2003年之後咧沙士之後咧呢個樓宇大維修啊。好，咁呢個課程咧就係我哋學校一個強項嚟嘅，因為我哋學校咧最強嘅就係建築工程，包括咗土木工程啊、機電工程啊、冷氣工程啊、項目管理啊呢啲咁樣嘅課程。咁呢個課程係適合一啲咧係啱好中學畢業，或者咧佢係想本來已經出嚟做緊嘢噶啦，咁啊希望你有翻個基本學歷，咁呢個就係你晉身基本學歷嘅第一步，level 3。有機會再上 level 4就係個高級文憑，level 5就係你個學位啦。level 4亦都相等於咧，除咗高級文憑，即係相當於個副學士學位嘅。啊，咁呢個係你想成為工程師嘅一個方法。啊，而且呢個課程咧大概讀15個月，好快讀完啊。咁亦都係咧係培養你一個基本嘅知識，關於嚇。咁佢個好處就係你唔係淨係得個造字啦，因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知道有技術、有知識而冇學歷嘅話，你其實好難咧係去提升你嗰個專業資格，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好好去趁呢個日頭做嘢，夜晚就上課程。咁我呢度講講先，咁我哋課程基本上用英文嘅，但係實際上咧，我哋所講嘅嘢咧都係好貼切㗎嚇。咁我講講故仔啦，點解咧？因為其實本身咧我都係做呢個咧係屋宇設備工程，我都係做呢個屋宇設備工程。咁包括咗從設計個角度啊，同呢個地盤管理啊，以及去到安裝、維修、保養、測試，咁我都係做咗呢個屋宇設備工程係大概，或者機電屋宇設備工程同埋機電工程咧，大概做咗差唔多40年啦。嗱，當初點解我會揀呢個屋宇設備工程咧？咁因為我屋企好多兄弟啦嚇，都係做呢個咧係工程，有人做土木啦，有人做電器啦，有人做機械啦，有人做建築啦咁。咁我睇下睇下冇乜嘢人做呢個屋宇設備工程，於是咧我就投身落去。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因為我覺得風火水電啲嘢咧，對於我嚟講係好有興趣啦。你屋企裏邊所用嘅嘢啊，公司裏邊用嘅嘢啊，咁你同個風火水電有關係啊。咁後期我哋發展到咧，唔淨止係風火水電嘅，我哋仲要做埋咧風火水電、油漆、鬥木、泥水、斜坡結構、馬路、天橋呢啲，我哋都喺我哋設施工程裏邊嘅。但係實際上你喺屋企成日見到嘅，你遇到嘅爛咗個燈膽或者冷氣空調滴水，咁你要識得去解決問題啊嘛。嗱，我唔敢去講其他嘅工程，但係講屋宇設備工程嚟講咧，係最基本，你每日都會接觸到嘅。你屋企爛咗燈膽，咁你打個電話去叫個承建商幫你換燈膽咩？唔可能啊，係嘛？或者一啲簡單嘅嘢，咁譬如
冷氣咁冷氣唔夠凍或者冷氣壞咗，咁你應該知道點做法，洗 filter 你都識啦，係嘛？洗個隔塵網。OK，咁進而引申到我哋再做啲高即係複雜啲嘅，譬如我自己都裝過幾個咁嘅閉路電視系統㗎喺我屋企嗰度，係咪啲簡單嘅？咁你識得呢啲最基本日常見到嘅嘢，咁就係屋宇設備工程。屋宇設備工程咧，其實起始於咧大概係1980年代開始咧，喺英國已經開始咧有呢個屋宇設備工程，一路至到而家都仲係好吃香，因為點解？我哋日常生活都同呢個咧係屋宇設備工程有關。當然你都可以做一啲土木啊、結構啊，或者係其他嘅工程啊，但係嗰啲咧又要開山劈石，唔係你一個可以做到嘅。屋宇設備工程你係自己可以做到，就算你將來有技術有學歷，你唔繼續上去進修，你自己可以去開一個家居嘅設計啊、家居嘅安裝測試同埋家居嘅維修都可以。近代嘅一啲叫做驗樓師咧，其實我哋屋宇設備工程都可以做。點解咧？因為只要你見得多喺樓宇裏邊嘅冷氣啊、風火水電啊呢啲，尤其是最近呢個火警都係嘅。咁所以風火水電呢樣嘢咧，對於一個屋宇設備工程師講非常之重要。咁只要你再識多少少關於啲油漆、鬥木、泥水、斜坡結構嗰啲嘢咧，咁基本上就可以驗樓師啊。相反，驗樓師未必會識得一啲機電嘅嘢，咁複雜嘅嘢，同埋需要有啲攞牌嘅。咁其實咧，電器啊、冷氣呢啲咁咧就驗樓師未必睇到。你見到喺電視成日講嗰啲，佢講一個牆身啊、漏水啊、天花啊、油漆啊呢啲之類嘅嘢，就未必識我哋呢個風火水電嘅嘢。係嘛？但係做我哋風火水電嘅人咧，如果將來佢做到維修保養咧，佢就一定要識埋咧頭先所講嘅風火水電、油漆、鬥木、泥水、斜坡結構、馬路天橋，我哋樣樣都識少少。咁喺我哋嘅範疇，因為我預設備工程嚟噶嘛，係嘛？OK，咁呢個我睇法啦，當然人哋有唔同嘅意見嚇，唔緊要。咁個人嘅意見啫嚇。好，咁我哋再睇下一個嚇，咁咧就嗱入學資格基本上咧，你要讀呢個 Level 3嘅屋宇設備工程嘅課程咧。你可以有幾種方法㗎。第一種就係完成中五畢業啦，或者你中六嘅 DSE 啦，或者相同嘅學歷，或者你年滿21歲都得。你冇學歷嘅，咁你要年滿21歲，經過學校咧，一啲簡單嘅面試啦。咁譬如你有一啲部分嘅證書嘅合格科目啦，咁又或者相等嘅學咧，譬如以前嘅 GCE、O level 啊、A level 啊，或者通過學院嘅面試同入學試咧，你都可以咧。係作一個咧係 mature student 嚟到去入學㗎啊，咁所以唔係淨係有學歷，咁只要你年滿21歲係有工作經驗，咁我哋都可以考慮。咁課程對象係適合一啲咧專係日頭做嘢，對呢個工程方面有興趣嘅，想成為工程界嘅人士，包括咗成為工程師。嗱，各位同學，我出身都係讀 level 3先嘅，其實我中學畢業咧。咁因為考試考得唔係咁好啊，咁我又唔係全部差嘅，但係就考得唔係咁好，比我想啲差好遠。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咧，後期咧我就有咗去呢個咧摩利臣化工學院讀一個咧，差唔多技術文憑，差唔多呢個 level 3，同期亦都再讀呢個咧係 level 3嘅課程。咁由 level 3再去到呢個咧係高分文憑啊，去到學士啊、碩士啊、博士咁樣。所以問題唔係你嘅出身，問題係你有幾決定個意志性係繼續讀上去。基本上我見好多嘅而家大名鼎鼎嘅工程師都係出身寒微嘅，但係個重點就係佢冇放棄到嘛，呢個最緊要啊！呢個實際上啱唔啱啊？你好似我咁40年咁啊，40年已經工作咗，未計讀書啊！讀書我讀書讀得多過人哋啊？點解我唔係咁聰明？我知我唔聰明，我勤力啲啦，我一樣可以追到人哋啊！而且我要最短時間係成為一個有牌照嘅工程師添，快過我所有嘅同學。據我了解啊。好，咁呢個課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師資全部都係一啲相關有學士學位或者碩士或者博士，而且咧大部分都係一啲咧有專業資格嘅註冊工程師啊，或者如果冇嘅話，佢都有10年或者20年嘅工作經驗咧，喺工程方面，而且有學士同埋碩士嘅學歷喺度噶。咁呢個課程大概12個單元，咁共上240課時喎。你話啊，即係個240個小時，60個資歷學分啦。咁實際上咧，你收到嘅時候大概要15個月到，啊，因為你一個課程大概咧係要
個零月，咁當然每個禮拜上堂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上課時間，每一晚咧大概上2個半鐘，一個禮拜可以上一個單元咧，咁你咪2個半鐘咯。你想快啲嘅，一個禮拜上2個單元，你咪2個半鐘乘2啦，一個禮拜上2晚啊。咁開課日期咧，你可以同學校查詢，我每個月都幾乎每個月至每個半月都會開呢個開課啊。咁你收足嗰12個單元，經過考試合格，埋做功課咧，後邊有講下。咁但係你嘅出席率一定要有70%或以上，呢個保證咗咧你能夠學到嘢啊。唔上堂係學唔到嘢嘅，你亦都追唔到呢個課程。一定要上堂先得，等於你翻工，你唔可以遲到，你一定要有翻工。你唔翻工，根本你做唔到嘢，亦都學唔到嘢，係嘛？好，嗱，評核方式頭先解釋過啦，就基本上咧，我哋課程咧就係以70%咧係做 assignment 交功課，而30%咧係考試啊。啊，咁所以考試嘅比例就唔係咁多，但係都需要有啲基本嘅考試，係嘛？咁個單元要求咧就係每一個要求啊，包括咗你，因為個比例係70比30啊，但係無論你考試又好，做功課都好，你都要達到60%以上合格分數。唔合格個科目，不論考試唔合格或者功課唔合格咧，你都可以有一次機會重新再補考一次。個補考唔得咧，就02啦，嗰個問題啊。呢個學校會有一個既定嘅程序。證書頒發學員咧係完成12個單元嘅話咧，出席又滿足到70%咧，咁可以得到每一科亦都得到咧，不論考試或者係做功課咧，每一科裏邊都有60%以上嘅，咁就可以獲到我哋學校咧誒所頒發嘅一個叫做咧係 Diploma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echnology，或者咧係一個香港資歷架構 HKCAABQ 認可嘅證書，叫做屋宇裝備工程技術文憑。呢個文憑咧，頭先解釋咗咧，佢再讀上去可以讀一啲副學士學位，或者直接讀學位都得嘅，大學學位啊，包括咗香港八大院校。如果你唔想讀 full time，唔想繼續讀大學讀副學士學位，都繼續日頭做嘢，夜晚進修讀我哋嘅學校都有高級文憑。你去外國讀都得啊，尤其是英聯邦國家亦都係接受嘅呢個得唔得？嗱，呢個其實一個好大噶啦。以前我哋想讀呢啲課程咧，都爭得好緊要噶。呢個我哋讀嘅時候1978年啊，係嘛？嗰個年代當然好痛苦啦，係嘛？但係我哋都捱過咗啦，係嘛？咁就一定要學歷。你冇學歷嘅話，其實你再叻，你講人都唔會相信。雖然你都係專家，但係實際上你冇咗個學歷，即係你冇經過考核啊，就好難去令人信服啊。嗱，我哋課程大概講啲乜嘢咧？咁其實有12科啊，4科。咁第一個咧就講呢個職安喺呢個職安健方面啦，係嘛？同埋喺一啲建築嘅環境之下咧，第一科啦，第二科就係啲次序未必一定係咁分嘅，不過大概個次序咁分就1、2、3、4嘅啫。一啲所謂持續性嘅建築物啦、環保性啊呢啲嘢啦、太陽能啊、可持續性嘅一啲物料啊咁。咁第三咧就講一啲數學嘅嘢，numeracy。第四咧講係啲物料啊、物料嘅一啲特性之類。呢個32咧，32咧就係屋宇設備工程嘅控制系統。成個屋宇設備工程最重要嘅核心就係個 control 系統，自動控制系統啊，或者 AI 啊咁。而家將 AI 引入呢個自動控制系統，我有一個學生係一個自動控制專家嚟嘅，實際上包括咗起青馬大橋個控制系統嗰啲啊嚇。咁另外仲有啲係屋宇設備工程嘅科學。頭先所講嘅風火水電嘅嘢，咁我哋要識少少啦。消防未必有啊，但係冷氣電力基本上都會有噶啦。好，咁另外仲有嘅就係一啲通風系統啦。主要因為你做屋宇設備工程嘅話，冷氣同電力好重要啊。冷凍技術啦，水喉啦，水喉渠務啦，呢個應該係咁啊。電力嘅原理以及電力安裝，以及一啲咧係電力嘅設計之類啦。嗱，呢度成立呢一紮咧，都係講電力、冷氣，因為成個屋宇設備工程最重要嘅就係電力同冷氣。咁消防唔係唔重要嗱，消防同 plumbing 都重要啊。咁但我哋都有 plumbing 得好強嘅，消防咧我哋留翻你去到呢個高級課程先再講，因為嗰個比較複雜啲，實際上得唔得啊？嗱，咁但係你完成咗呢個課程，其實你可以做出到去，已經可以做嗰啲電力工程啊，或者做冷氣工程嘅嘢啦。如果你攞住學歷，你有實際上消防工作經驗，你都可以做消防工作啊，plumbing 都可以，得唔得？嗱，咁我呢度留翻時間俾你咧，係多啲去了解一下。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你記得
打個波收去問我哋學校65286900，或者打電話。咁你問佢哋，佢哋都會答你，答你唔到，我就會答你，我親自答你，我係 Doctor Kwan，得唔得？咁無論閣下你係想讀呢個課程，或者你想問關於一啲工程界嘅前景啊，邊啲行業最好啊，或者你將來點走法啊，咁你都可以問我啊。實際上我係免費咁，我哋學校由1992年開始立校開始嘅，都係為咗要培育學生嘅啫。當年咧，1992年咧，我喺英國翻嚟嘅時候，我已經做咗差唔多有8年10年嘅工作，亦都係一個 qualified 嘅 engineer 已經。咁當時我就被邀請咧，就去教一啲生產中嘅課程，一教根本停唔到，由92年教到最近呢幾年都仲教緊㗎。啊，咁當然我集中而家主要喺學校方面啦，係嘛？以前我哋頭先講過，我哋有碩士嘅課程同埋學士嘅課程，咁而家我哋專攻呢個咧係 Level 3普通文憑同埋副學上位。各位同學有問題嘅唔可以隨便揾我，我哋係專係為一啲之前冇機會讀書嘅，而家有機會讀書嘅學生。我建議你55歲之前，你仲可以再讀。55歲之後，咁我覺得嗰個就未必咁理想啦，或者嗰個唔係你人生嘅目標啦，攞個學歷係嘛？你55歲之前仲可以再讀。如果你讀，舉個例啊。如果你讀呢個課程，咁你用大概1年到至2年啦，1年至15個月啦，係咪讀呢個所謂 Level 3啦，係嘛？咁 Level 4咧，如果你係要讀咧，起碼都要讀2年最快。咁 Level 5就個學位咧，你又要讀2年，咁你一樣追到人哋㗎。5年啫嘛，5年唔係好難啦，係嘛？喺香港攞翻個學位5年，咁唔係難。而家就容易好多啦。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啊，我啲師兄啊叻我好多都入唔到大學嘅。點解？全香港得2間大學。而家唔係加達多啦嘛，海外嘅又有，我哋都搞過學位、學士同埋碩士課程噶。重點就係喺呢度，龜兔賽跑，你以為隻兔贏，其實個解釋有2個版本，版本一或者舊版本就係龜係贏個版本，係贏啊？點解？因為龜咧佢勤力，冇偷懶，係咪？呢個係個特徵喺勤力，兔唔係佢覺得好叻，於是咧就偷懶啦。於是瞓下覺先，點解隻龜咧喺個瞓覺醒到終點？新嘅版本就唔係咁簡單，新嘅版本就係邊個行到最後仲企翻喺度，仲可以生存嘅嗰個先係強者。你仲後生啊，你辛苦5年，好過你辛苦一世啊嘛，啱唔啱啊？你辛苦5年係好辛苦，但係你辛苦之中，其實你係為你自己將來打造一條出路。辛苦5年好過你辛苦50年。你冇學歷嘅話，你仲繼續辛苦50年，你痛唔痛苦啊？各位同學有問題揾我，多得關，拜拜，多謝你啊。